早喺1986年第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，非法移民榮獲提名最佳電影、最佳導演及最佳編劇3大獎項。喺當時，導演張婉婷同編劇羅啟銳身邊坐住一個自美國遠道而嚟嘅朋友。當張婉婷以黑馬姿態奪取最佳導演，3個人興奮得相擁起舞。其實場內冇一個人認識呢位陌生男子。想唔到1年多之後，呢個人變得家傳戶曉。只不過大眾所知嘅佢係船頭尺，而現實生活中其實佢叫曹皮玲。張婉婷後嚟話，曹皮玲係佢所認識嘅朋友之中最有趣嘅一個人。當時佢喺美國兼職租帶店做樓面經理，手握租帶生殺大權。比如客人要第一時間觀賞空運而嚟嘅香港影集，好似大地恩情或大內群英，先要通過張婉婷嘅批准。張婉婷想聽佢哋嘅故事，其中印象最深嘅就係曹皮玲呢個非法移民捱過文革，餓得要鋸豬皮、飲豬血為生，決心偷渡後，佢抱住西瓜練習游水，從內地游到香港，再跳船到美國。但佢唔識英文，就自創咗茶煲 Trouble，